我喺廟裏邊出世嘅，從細個爸爸將我契咗俾廟裏邊嘅神做契仔，因為我係長子呢，所以佢希望咧我長大嘅時候能夠承繼佢嚟到看守呢個嘅廟堂。我仲未信耶穌以前呢，對基督教好大嘅成見同埋誤解，以為佢係洋教，所以我就諷刺嗰啲做基督徒嘅人。我話你哋相信耶穌嘅人死咗之後呢，會做餓鬼噶啦，因為你哋死咗之後會冇棺材添噶。因為耶穌係冇棺材噶。信耶穌嘅人呢又唔拜祖先嘛，所以每一個死咗之後嘅人呢都會餓鬼，冇得食。信耶穌嘅人每個主日都要去做崇拜喎，去做禮拜，又唔上班又唔做生意，又閂埋嗰道門。有一日冇得食，聽你仲想乜去教會呢？有一天，有一日我就發覺我哋廟裏邊呢，隔籬嗰間屋着咗火噃，大家就非常嘅緊張啦。鄰居都準備去撥救呢個火啦。但係我見到我爸爸呢，拿張凳又拿張台，將個凳呢就擺喺台上邊，又再攞多張凳又擺喺呢個台上邊，去靠近嗰個嘅神位，企上去將嗰個神嚟到抱落嚟，抱到安全嘅地方去嗰度。嗰陣時我就開始想啦，爸爸所拜嘅係咪真神呢？如果係真神嘅話，點解需要爸爸將佢抱走，先至唔會俾火嚟到去燒咗佢呢？真嘅神係應該當火燒到嚟佢前邊嘅時候，佢又顯個靈，吹個氣，咁就將啲火嚟撲滅，人就會更加嘅去尊重佢，拜佢啦。所以個時候呢，就俾我一個好深嘅印象。爸爸廟裏邊咁多嘅神像唔能夠救佢。到咗我16歲嗰個時候呢，我就面對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就係人死咗之後去邊度呢？我今年16歲咯，我會長大，我會成家立業，我會喺嗰度老，我會病，我會死。死咗之後我呢個人去邊度呢？係咪就咁冇咗呢？消失咗呢？如果係有嘅，去邊度呢？問爸爸，爸爸話死咗之後呢，最後一口氣斷，冇知覺噶啦。人呢就會將你擺喺個坑渠，或者擺喺路旁，你自己都唔知道啦。咁就係死啦。但係爸爸俾我答案唔能夠解決我個問題，我心裏邊仍然好恐慌，我好怕死。我16歲啦，如果而家就咁死嘅時候意外死嘅話，我去邊度呢？我又問我姐姐，人死咗之後去邊度啊？姐姐話佢都唔知道。咁我話你跟爸爸拜嗰個神，嗰個大伯公神到底係咩神嚟嘅咧？我問佢點解你要拜，佢話唔知道。咁你唔知道點解又要拜呢？佢因為爸爸話要拜就拜，唔拜爸爸會嬲噶嘛。我又問爸爸呢個大伯公係咩嘅神嚟話，係怎嚟嘅呢？佢話唔知道。咁唔知道點解要拜呢？佢話求平安求福氣就係咁咯。所以我16歲嘅時候就開始思想人死後嘅問題，但係冇答案。廟裏邊嘅書我通通睇過晒，裏面的書籍我都翻透了，都係冇答案俾我。我心裏好恐慌，我好怕死，但又唔想死。但係我又喜歡睇死人嘅話，每次呢我爸爸去做嗰個廟主廟公嘅時候呢，呢啲善男信女屋企有人死咗之後呢過世了，死嘅時候屋企人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發覺嘅時候呢，四肢啲僵硬，想同佢着上啲壽衣都着唔到，所以佢哋嚟搵我爸爸啦。我就跟住爸爸喺後邊一個距離，騎住單車去跟住佢去。去咗之後呢，我見到好多嘅死人，有啲係死嘅時候眼閉嘅，有啲死嘅時候係一隻眼開一眼閉，口就張開，好恐怖嘅。所以呢，我翻嚟之後呢，雖然我喜歡睇死人，但睇咗死人之後我更加怕死，但冇辦法解決啦。為咗嚟到逃避唔思想死後死亡嘅問題呢，唔受佢嘅干擾呢，我就去睇戲啦。一邊攞埋本書喺電影裏邊去坐啦，睇電影打發嗰啲時間啦，睇得好有趣。戲睇得多呢，自己就做咗影迷啦。做咗影迷之後就發明星夢啦。我就好喜歡去當明星，而且我就去學唱歌，仲有機會參加歌唱比賽先，都寫過信俾嗰啲嘅電影明星噶。但後來我發現呢，電影唔能夠解決我嘅問題。原來我去戲院不過係攞錢去買笑買哭啫嘛。喜劇我咪一齊同佢笑咯，悲劇
咁啊跟住佢哋流眼淚流埋鼻涕添啦。但係我離開戲院之後，同樣嘅我嗰個問題冇解決到。死咗之後去邊度呢？嗱，當初呢，我要去當明星，想做明星，以為當明星可以解決咗問題，暫時將死嘅問題拋喺腦後。仲好，如果我真係做咗明星啊，可能今日我都唔喺世界上邊啦。因為我最崇拜嘅世界亞洲影后林黛啊，佢1962年自殺身亡。佢曾經幾次自殺噶啦，但係佢弄假成真走咗。仲有其他明星，好似呢個嘅秦劍電影廣東片嘅個導演都係自殺死，樂蒂亦都係自殺死嘅。另外一個明星叫做莫愁就係叫唔好憂愁，佢都自殺死咗。呢都擺喺我眼前，我以為明星有錢又能夠崇拜你，咩都解決到。冇想到做明星咁多嘅苦頭嘅。後來呢，有一個基督徒嘅家庭嚟租我哋嘅屋住，爸爸知道佢哋係基督徒呢，所以呢就好客氣嘅，同佢講話暫時我都唔使租啦，咁唔考慮租，以後再算啦。但係呢，等咗1個月、2個月、3個月之後呢，6個月都冇人嚟租，爸爸就開始心急啦。但係呢個基督徒嘅家庭呢，不斷嚟問我哋，喂，要唔要將呢個房租俾我哋啊？我可以隨時搬入嚟噶，幾多錢都冇關係嘅。咁最後呢，爸爸呢跟佢約法3章，你拜你嘅神，我拜我嘅神，互不相干，唔好批評，咁我就租俾你啦。呢家人就搬入嚟啦。我就發覺呢家人同我四圍嘅鄰居係好唔同嘅。我哋四周嘅鄰居呢，係講唔同嘅語言都有，都係拜偶像、拜神嘅。但係唯獨呢個基督徒嘅家庭呢，佢特別有平安、有喜樂、有愛心嘅。後來我就想啦，點解呢個家庭同其他嘅鄰居係唔同嘅呢？咁有愛心、有平安、有喜樂，佢哋嘅家庭經濟唔比人好噃，其實差得很，而且好窮。但係呢，佢哋有嘅嘢呢，係其他人冇嘅，所以我就放下我嘅成見啦。跟住呢，同佢啲仔女做朋友。有一日，我同佢哋喺屋企裏邊幾個細蚊仔喺客廳裏邊玩嘅時候呢，突然間呢，有傳道人嚟到拜訪喎。拜訪這個家庭，佢見到我哋年輕人坐喺嗰度，就轉向我啦，同我講耶穌。我裏面非常嘅緊張啦。我點可以坐喺呢度嚟到聽佢講耶穌嘅呢？因為每嗰個嘅側門係對正呢個廳噶嘛，對住我噶嘛。爸爸總係喺嗰度坐喺藤椅嗰度呢，把扇喺嗰度透涼嘅。因為東南亞嘅天氣好濕熱嘅。如果佢一擰過嚟睇到我，心裏好緊張啦。一路聽，一路望下爸爸有冇翻嚟。聽佢講嘅時候，又擰翻過嚟，心裏邊呢冇法子專心去聽嘅。呢個傳人見到我冇專心聽呢，最後佢嘅結論呢就係話俾我聽：年輕人，好唔好我介紹你嚟到讀耶穌嘅函授課程呢？等你認識耶穌呢？我心裏邊諗，將耶穌嘅函授課程呢啲嘢，基督教嘅嘢呢，帶喺廟嘅裏邊，俾爸爸發現嗰陣時仲得了啊！你係開玩笑，心裏邊諗唔得。但係當時呢，我仲係咁諗。幾年前嗰個問題重新出現，你死咗之後去邊度呢？你死咗之後去邊度呢？於是我就跟佢其中一個細我1年嘅仔，我話弟兄啊，我哋兩個一齊嚟到去研究函授課程好唔好？用你間屋嚟到去收信，然之後用你間房一齊做，然之後拎佢去寄。佢話好啊，於是我2個人一齊做啦嘛，就係咁背住爸爸呢，用6個月嘅時間研究基督嘅生平。亦都就係馬太、馬可、路加、約翰4卷福音書關於耶穌基督嘅生平。我一心嘅去尋求人死後嘅答案，罪惡嘅答案。有一日，我被聖靈光照，就發現我自己係一個罪人。我亦都知道宇宙萬有嘅主宰，獨一嘅真神係點樣位嘅神，係唔可能喺我屋企裏邊、廟裏邊。爸爸所供奉所拜嘅，讓眾善男信女嚟拜嗰位神，嗰個唔係神。我了解呢位神係一個超自然嘅，係創造宇宙萬有、全知全能。佢一定係我哋用眼睇唔到嘅，係個靈。我了解神係一個靈，
係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係愛、係聖潔、係公義嘅神。我亦知道神愛我哋，知道我係罪人。我亦都做咗好多唔好嘅事。我亦都知道耶穌係被神差嚟嘅獨生子，係為咗愛我，要救我，解決我嘅罪，解決我嘅死，救我靈魂嘅嗰位救主。我就跪喺嗰度，喺呢個嘅弟兄嘅床邊，承認我嘅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進入我生命裏面做我嘅救主。當我企起身嘅時候，我心裏邊嗰個死嘅陰影、死嘅重擔就從我心頭裏面脫落啦。我就充滿咗喜樂同埋感恩。從今之後，我唔再怕死，因為我知道我死咗之後係去邊一度，我嘅靈魂有去處。耶穌已經拯救咗我，赦免咗我嘅罪，我就開始上教會啦。唔到3個月呢，鄰居就發現我上教會啦，所以鄰居就嚟咧話俾我爸爸聽，佢話：勇伯啊，你個仔啊跟人家上教堂啊。我爸爸就話：冇可能，我仔好孝順嘅，我仔唔會做咁嘅嘢嚟到得罪我、傷我嘅心嘅，唔可能噶，佢好乖嘅。但鄰居就話：我哋個風聲已經傳得好緊啦，白公仔已經成咗耶穌仔，你仲唔知道啊？嗰陣時咧，我爸爸非常嘅緊張。有一日，我上禮拜堂翻嚟嘅時候，爸爸咧就好惡咁嚟問我：你係咪跟人家上教堂？話俾我聽，乜嘢都可以俾你做，但信耶穌就唔可以。你知唔知道我係睇廟堂噶？知唔知道呢？我係拜神噶？你點可以做咁嘅嘢嚟到去落我個面呢？我個面去邊度啊？點可以咁多善男信你面前交代呢？我就唔敢出聲。最後咧，佢警告我話：如果以後我見到你踏進教堂一步，我打斷你隻腳。我就唔敢再上教堂啦。禮拜日傳道人俾本聖經我，俾本詩歌我，佢哋一家人上教會，我一個人咧用佢個仔嘅房間閂埋道門，一個人喺度敬拜主，唱詩歌、讀聖經，我仲可以禱告添。但係咁樣敬拜維持一段嘅時期，但係咁樣做禮拜，自己一個人做係冇乜得着嘅。我覺得喺教會裏邊跟弟兄姊妹一齊嘅敬拜好美嘅事，所以我心裏邊咧一直有一樣嘢嚟到催逼我。但係呢，我仲未能夠翻教會之前呢，父親警告我唔准上教會呢段時間嘅裏邊呢，我就讀到本書叫做《馬丁路德傳》。馬丁路德嗰個時候呢，喺大學裏邊讀法律系嘅，係法律系嘅學生。有佢跟幾個同學一齊去一個地方，喺路途裏邊嘅時候呢，突然間滿天黑雲，雷電交加。佢喺嗰時候嘅同學咧就被炸死。馬丁路德喺嗰時嚇到魂不附體啊！於是乎佢向天呼祈禱，佢話：神啊，如果你保守我性命不死，亦都幫助我完成我學業嘅話咧，我就將自己嚟奉獻俾你，做一個傳福音嘅使者。有個聲音喺嗰個時候喺心裏邊向我呼喚，話你要向馬丁路德看齊，將自己獻上做個福音嘅使者。我唔明白個咩意思，所以黑夜嘅裏邊呢，我偷偷走到去教會裏邊，將本書還翻俾傳道人，同佢分享我呢個經歷。佢就話係神呼召你，揀選你嚟到做傳道啊！你要預備自己上神學院讀書。佢話你禱告嘅時候，神會為你開路嘅。所以有一日，我心裏邊有一個嘅催逼，叫我嚟到翻上教會。於是我偷偷又上教會啦。爸爸嗰陣時踩住單車去教會嗰度，將我捉翻嚟。翻到屋企嘅時候，原來爸爸已經將最好嘅鄰居、親戚同埋朋友呢叫晒喺個廟裏邊集合。當我一入到個廟堂裏邊，我就好似入到個法院嘅裏邊。爸爸就係法官咯，嗰啲親戚朋友就好似陪審員咁。我就企喺嗰度，佢哋一個一個喺度鬧我，跟爸爸口氣一樣，乜嘢都可以做。但係咧，信耶穌就唔可以啦。你知唔知道我哋信嘅係咩，拜嘅係咩？你知唔知道你爸爸係做乜嘢嘢？佢嘅地位係咩嘢？佢哋講完之後，責備之後呢，我完全唔敢出聲。爸爸見我冇反應，就企起身，用手指指住我，話：如果你呢係要跟人信耶穌嘅話呢，我話俾你，從今日開始，我哋脫離父子嘅關係。我沒有你這個不孝子，你唔好認我做爸爸，你躝出去啦！我就走到嗰個基督徒嘅家庭，喺佢個仔嘅房間，將門關起嚟。我跪喺床邊喺度做祈禱。
我心裏非常嘅難過。我而家面對好大嘅一個嘅爭戰，我禱告嘅時候眼淚都流出嚟。突然之間，我聽到兩個嘅聲音，一個聲音對我話：你爸爸媽媽咁愛你，養大你，俾錢你，俾你讀書，俾你食飯，你點可以咁樣做啲事情，令到父母傷心呢？但突然之間有另外一個聲音對我話：神更愛你，主耶穌更愛你。你父母愛你，不過係解決你肉身嘅問題啫，食飯嘅問題，教育嘅問題，一切物質方面嘅需要，但係佢唔解決到你嘅罪，跟你嘅死嘅問題，靈魂永恆嘅問題。神愛你，神愛到呢個地步，將耶穌賜俾你，叫耶穌嚟替你死，解決你罪同埋死亡，嚟救你靈魂不死。所以呢個我愛喺我心裏邊嚟到交戰，我心裏邊有掙扎。但係當我掙扎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節聖經係我以前讀過，出現喺我腦嘅裏邊。當我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16章31節，呢個係神俾我嘅應許，好似一股好大嘅力量將我撐起嚟。我仲得好清楚，我站起嚟嘅時候舉起雙手話：神啊，我感謝你，主耶穌，我要相信你，我要跟隨你。我爸爸將我趕走逼迫我，係因為佢唔認識你，唔明白你，就好似我以前唔認識你逼迫基督徒一樣。主啊，求你赦免，我將我自己交喺你手裏邊。我相信你嘅應許要救我一家嘅人。後來我就係咁樣，爸爸叫我離開屋企，我就離開屋企。離開屋企之後，聖靈感動我去揾一個傳道人，我就揾到佢，就住喺佢屋企。有一個校長係一個退休嘅老校長，佢就對我話：嗱，如果你要寫信俾你爸爸，你最好將信先交俾我。佢係住喺新加坡，我哋係住喺馬來西亞。佢話：你將俾爸爸嘅信寄到我呢度嚟，我換咗個信封再寄翻你屋企裏邊。爸爸萬一有一日嚟揾你嘅話呢，佢會先揾到我嚟應付佢。所以呢，我離開屋企之後就跟一個傳道人住喺禮拜堂嘅裏邊。然後我睇好多個書，其中一本書我睇到係叫做《僧尼歸主記》。和尚同埋尼姑點樣悔改認識耶穌基督做佢個人嘅救主嘅見證。我睇咗之後好受感動，覺得好適合我屋企嗰個情況。於是乎我就將裏面好多嘅見證抄落嚟，摘落嚟，然之後加上自己心裏邊嘅負擔，就寫出嚟寄翻去俾爸爸。爸爸收到之後呢，非常嘅生氣，拿住我嗰封信去到鄰居嗰度呢，一家家跟佢哋投訴啊！你睇，我將呢個兒子趕走咗啦，佢信耶穌，我將佢趕咗出去。而家佢寫信翻嚟呢，話我所拜嘅呢個大伯公嘅神係偶像，係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有嘴不能說，有鼻不能聞，有手腳不能動，就係咁嘅偶像木頭啊！哎呀，我揾到佢，我一定將佢打死嘅。所以有成3個月時間，我冇寫信翻屋企啦。但好奇妙嘅，有一日我見到兩個人嗰個身材同埋走路嘅步伐係好熟悉嘅。佢哋上半身呢係俾把遮遮住，但係我低頭一睇，哎呀不得了，原來係我爸爸同佢一個最好嘅朋友，佢哋嚟揾我喎。哎呀，佢點解會揾到我呢度嚟嘅呢？我就好緊張啦，所以就好想嚟到去逃避匿埋啦。但聖靈喺度說對我心裏面話：唔能夠走噶。第一，你走就冇咗見證啦。你點樣同20幾個小朋友交代？第二，你爸爸已經嚟到教會嘅門口，你而家匿埋，一陣間都要出嚟見佢嘅啫。所以都係唔好匿啦。於是乎我就禱告主啊，你俾我力量，我默默嘅祈禱話：主啊，俾我力量勇氣去面對佢。我將我見爸爸呢件事交你手裏邊，靠住主嘅恩典，我就出去。我嚟到個教會嘅門口。嗰個馬路係高一啲，我遠遠見到佢啦。哎呀，見到佢塊面嘅時候，唔係好似以前鬧我嘅時候咁惡噶，竟然滿面笑容噶，而且好快咁喺個樓梯上面要衝落嚟，好似將我抱起嚟一樣。我就問佢：你點樣揾到我嘅呢？佢話佢係按住嗰個地址呢，佢揾到個校長喺新加坡嘅地址嚟揾到佢。咁個校長呢就接待我，校長就跟我話呢：你個仔唔喺呢度，喺另外一個地方。嗰時我就好嬲啦，到底你將我個仔拐咗去邊一度？你快啲將佢交出嚟。校長咧就話：如果你要你個仔呢，要跟你個仔見面，
我好高興你哋父子能夠早日見面，如果願意你越快見面越好。不過呢，有個條件，一定要俾你兒子有信仰嘅自由。我就話俾你聽佢喺邊度。後來爸爸呢就同我講，我已經答應咗個校長俾你信仰自由啦，從今日開始你可以信仰自由啦。所以主慢慢開始改變我爸爸啦。有一日我弟弟呢要出嚟跟我一齊住，我個爸爸就對我弟弟話，你出去同哥哥住啦，我知道你遲早一定會跟哥哥咁信耶穌。佢話信耶穌好，你先去信，然之後慢慢我亦都去信。有一年我哋被安排嚟到美國呢度進修，有一日屋企嚟嘅消息話爸爸病重，要我哋快啲翻去。要我們趕緊地回去。我一直喺度祈禱，喺飛機上面我都係咁禱告，話主啊，你保守我爸爸嘅生命，唔好死啊！等佢最後嘅時候有機會聽信耶穌做佢嘅救主啦。所以當我翻到屋企嘅時候，見到爸爸真係病得好嚴重，瞓喺床嘅上邊，整個人得翻一副骨頭一樣。不過佢已經度過生命嘅危險期。感謝神聽我哋嘅祈禱，我就找住機會，再有機會跟佢講耶穌。但係媽媽一直攔咗我哋同爸爸講耶穌，所以呢，我就叫媽媽去買午飯。趁住佢出去買午飯嘅時候，10幾20分鐘，我趕緊嘅坐喺爸爸嘅床邊，跟佢講耶穌，跟佢講耶穌基督嘅救恩。跟他講他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他自己也承認了。我跟佢講耶穌基督係佢唯一嘅救主啊！人有靈魂，只有耶穌基督能夠赦免你嘅罪，能拯救你嘅靈魂。因為耶穌基督替你嘅罪受死受刑罰，嚟除掉你嘅罪，除掉你嘅死。耶穌從死裏復活，俾你永遠嘅生命。我就跟佢講完，佢好受感動。最後我問佢：你願唔願意認罪悔改呢？承認接受耶穌進入你生命做你嘅救主呢？讓耶穌基督嚟救你，嚟赦免你嘅罪呢？救你嘅靈魂不死。佢話佢願意。我就話你願意就跟我一齊認罪祈禱，我禱過一句，你又禱過一句，佢就跟我咁樣一句一句嘅認罪祈禱，接受耶穌進入佢生命裏面做佢嘅救主。禱告完咗之後，我哋兩個人好高興嘅流淚，擁抱在一起。喺1963年從神學院畢業之後呢，喺新加坡神學院畢業之後，我就喺新山做開荒牧會嘅工作。到咗1982年呢，離開就到美國呢度牧養教會，而家喺美國已經有23年啦。感謝主，係神俾我嘅恩典，從千萬人裏邊，從廟裏邊將我拯救出嚟。所以我有需要有責任帶我全家信主，亦都有責任好多仲未信耶穌嘅中國同胞分享耶穌基督嘅救恩，讓耶穌基督能夠成為佢哋好多中國人嘅救主，成為中國人嘅祝福。如果你今日聽見我所講嘅見證，你心裏邊亦都思想過人生嘅問題，但係你而家冇法子去找到答案。其實你永遠冇法子喺耶穌基督以外可以揾到解決你生命罪惡永恆嘅問題嘅答案嘅。因為俾你宣布過喺聖經嘅使徒行傳喺4章12節嗰度話，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嘅名可以靠住得救嘅。所以如果你願意嘅話，好似我咁成為基督徒，得到主嘅拯救，你而家可以跟我一齊嚟到低頭嘅祈禱嘅。創造宇宙萬物天上嘅神，我哋嘅巴父啊，我哋滿心感謝讚美敬拜你，因為你係獨一嘅神，你係全能全知嘅主。主啊，你唔單止創造宇宙萬有，讓我哋可以享用，亦都知道我哋遠離你，唔認識你嘅，走迷咗路啊，被罪惡捆綁，被好多好多唔認識嘅神所捆綁。主啊，我哋心裏邊冇平安、冇喜樂、冇永生、冇盼望，人生冇真正嘅目標、方向同埋意義。但係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愛世上每一個人，唔願意一個人沉淪，所以你差遣愛子耶穌基督嚟呢個世界上邊做我哋人類嘅救主，為我哋嘅罪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邊，係義嘅代替不義嘅，係無罪嘅替我哋有罪嘅而死，嚟救我哋脫離罪，救我哋脫離死，解救我哋嘅罪，解救我哋嘅死，俾我哋永遠嘅生命。我哋感謝主。今日你見到好多人願意舉手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嘅，主啊，求你接納佢哋，保守佢哋嘅信心，讓佢哋一次相信，永遠相信，永不後悔。啊，求你保守佢哋一直見到你嘅面為止，保守佢哋去到教會裏邊繼續追求更認識主，
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嘅聖名求。